你谁呀？跑这儿旅游来了？我是您的徒弟呀。哦，是吗？这你让我长见识了。打扮成这样，牵着狗，到底比师傅还晚。亚楠，你见过这样的徒弟吗？你是不是遇见什么突发状况了？我住的地方不让养狗，我们被撵出来了。住的地方不让你养，你就报殡仪馆来啊！你当这哪儿？动物托儿所吗？那怎么办？行了，3月，换衣服去吧。那狗呢？好办，我烧猪香，把它供起来。不用，那个我给他拴办公室，把门关上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快去换衣服吧。谢谢师傅。忙碌的一天，并没有因为我无家可归停下脚步。殡仪馆的工作要每个强大的灵魂真心挺不住，失眠、食欲不振、噩梦和……亚楠姐还是手把手的教我。进来呀。师傅就……我俩一人谁也瞧不上谁。以后师傅说啥你就听着，别跟他顶嘴，让他把火发出来就好了。他也不会真记你的仇。那我怕我会跟他记仇。你这些95后可真有意思。我可不代表95后啊。行了，你把他们简单整理一下，把名牌挂上就行了。这就画好了。一般正常死亡家属没有特殊要求的话，咱们就简单整理就行。来，把司机跟老人记上。我记啊？不然呢？你都来2周了，遗体都不敢碰，那3个月实习期一到，你怎么考核呀？拿着。一会儿27号告别厅是小厅，有引导员来接。26号要求直接火化，你交给杨林就行。都要火化了，干嘛还系丝巾？老人一辈子没结婚，生前跟3个单身姐妹住一起，算是护助性养老吧。前几天睡着觉就走了，按照生前约定，他们把他送过来，也不搞什么告别仪式，但是要求给他化个漂亮的妆，算是体面的离开吧。好酷啊！行了，你别磨叽了，一会儿新遗体过来了，全都堆这儿了。新的来了也要我收拾啊？对呀，这不就练你的吗？你这周的任务就是负责挂名牌卡，但是你记着啊，你把遗体推到告别厅之前，确认好名牌上的信息，千万别搞错了，记住了？千万不能搞错了。你去哪儿啊？冷藏间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你在解剖室等着吧，我能行。当所有的浮云从我头顶掠过，唯有璀璨的晚霞可以温暖我的心。说人话。我前女友要结婚了，新郎是杭州一家大厂的程序员。我很难过，今天晚上下班，务必陪我大醉一场。你上回分手说我是朝阳，这回我就成晚霞了。你下回分手别告诉我了，我自转没那么快。你要想取暖，买个小太阳去吧，那玩意儿暖和。我感觉太难了，要不你把我收了吧？我把你收冷冻柜里去。这。不进去了。晚上哪儿吃啊？没空，姐有约了。艾芙，艾芙，来，好了，艾芙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可真够丑的。哎，来，别影响我工作啊！来，你呀，就乖乖的在这儿啊。哎，你有病啊！
开个玩笑嘛，别生气哈。一点儿也不好笑。哎，王丽丽好了没有啊？那边催了。好了，这个。王丽丽是吧？哎呀，帮我搭把手，我这手骨折使不上劲儿。来，走。来了。哦，哎，他家属呢？他们堵路上。哦，等会儿，这是王丽丽吗？这是王丽丽。我记得王丽丽是25岁的音乐老师啊。她你有病啊！王丽丽是吧？帮我搭把手，我这手骨折使不上劲儿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师傅，肖桂敏的遗体弄反了。亚兰姐，你送的遗体呢？啊，放心哈，已经在火化了。师傅，师傅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搞啥子呢？师傅，师傅，快停一下，快停一下！错了，把门打开，快，把门打开！什么情况？你别管什么情况，你先打开，弄错了，你快点儿！你看你们这事弄的。赶紧打开！哎，好。主持人，丽丽怎么还没到啊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？麻烦您再稍等一下。